好，呢一節咧，我哋要講下就今朝早公布咗業績嘅藍籌國藥嘅，咁佢業績之後個股價咧都受壓，午後都要刷新日內嘅低位啦，低見過18.58，咁啊跌大約3%嘅。咁佢個業績其實都差差地㗎啦，因為咧先係講佢個收入咧就要跌2%，然後但係個純利咧就跌咗成22%嘅，只係賺得70億咧，就比起市場預期嘅81億都係差。咁而連個末期息咧，亦都因為個純利倒退，咁所以都要減少派發嘅，咁啊淨係派68分嘅人民幣。佢個收入啊、純利都要跌咧，其實啲業務幾個範疇都唔算話做得特別好嘅。咁3個嘅主要業務範疇咧，一個就醫藥分銷嗰邊咧，收入只係升得0.7% 啫，然後器械分銷嗰邊咧就要跌咗，收入跌咗成9%，然後個醫藥零售咧收入亦都只係升得唔夠1%，咁所以即係幾個冇增長動力，器械分銷仲要係倒退嘅時候咧，其實都係關呢一個集中採購嘅事啦。咁嗰啲零售即係啲醫藥分銷零售嘅增長咧，好慢，亦都係關呢一個醫保改革嘅拖累。咁所以個政策好似好影響到佢幾個業務分部有啲表現都真係幾差下，係咪成個業績差係避無可避嘅咧？嗱，其實都係本身係有跡可尋嘅，咁啊就啦，因為咧國藥咧，佢長年以嚟咧嗰一個嘅毛利率咧都係處於係低過10%嘅，即係得嘅幾個 percent 係毛利率嘅狀況啦。咁啊，如果咧就咧睇翻嗰一個嘅淨利潤率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就將個毛利就再減埋咧一啲嘅常規嘅一個支出啊，即係一啲經常性嘅支出，同埋咧就咧整體非經常性嘅支出之後咧，咁咧就個利潤率咧就落到去咧就得翻2%度，咁啊就即係所以咧本身佢嗰個盈利能力咧都係有限嘅，咁啊就咧以往嚟講咧嗰一個嘅業績咧都係要靠咧呢一個嘅收入方面咧係大幅增長咧嚟到去拉動咧佢會有一個嘅盈利好啲嘅表現啦。咁好啦，咁啊但係即係頭先阿Herman都講到啦，即係幾個嘅項目其實咧都係個收入咧一係咧就係冇乜增長，咁甚或乎係個負增長啦。咁啊咧所以就再配合埋個低嘅毛利率嘅時候咧，咁就拖累咗咧嗰一個嘅業績表現就會比較差啲。咁所以咧嗰一個嘅經濟表現唔好，以至到咧就個國策上亦都係不利佢嘅時候咧，咁就暫時去睇上年嗰個業績表現差咧，都係真係避無可避啦。係喺2023年嘅時候，其實呢幾個業務分部咧，啲收入都增加8%嘅，但係嚟到今次冇升幅不特止啊，即係器械分銷都更加係要跌成9%，一來一回都難怪野村喺上個月底已經係下調咗國藥嘅預測啦。咁但係今次其實純利大跌咧，仲有多個原因咧，就係公司做咗一個即係商譽減值撥備都係做多咗嘅，就係為佢旗下嘅國大藥房減值咗接近10億。咁內地近日其實有報道就話咧，內地近月嗰啲藥房咧係有一波倒閉潮嘅，講緊話每日咧有成過百間嘅藥房咁樣倒閉，而係呢個國大藥房咧喺國藥嘅業績入面咧，其實都講佢哋舊年都係閂咗接近900間，咁佔整體嗰個國大藥房嘅規模咧都成8%，但係又冇詳細解釋點解要閂喎？咁究竟內地藥房行業發生啲咩事咧？係純粹因為市道差，即係啲藥賣得唔係咁好，咁所以就係咪維持唔到啲藥房嘅營運咧？我諗呢個可能性係相當之高啦。咁就啦，因為咧就始終咧國藥咧好多時都係咧做一啲嘅傳統嘅中成藥為主啦。咁咧就一來本身已經就呢一啲嘅傳統中成藥咧有一定嘅競爭對手係存在喺度。咁另外一個方面咧，亦都見到咧生物科技繼續冒起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創新藥特效藥嚟到去出緊咧。咁所以咧就個競爭方面咧，其實一路都係會比較激烈啦。咁即係同埋咧。亦都會去考慮翻咧，你去維持一間嘅藥房嘅時候咧，咁就都有一啲嘅燈油火蠟租金呢一啲嘅成本方面咧，係變咗每個月係成為咗一個嘅固定開支。咁但係咧，如果就始終咧就係即係個市民嗰個買藥嘅需求係比較上係低嘅時候咧，咁咧就咧的確係咧維持唔到佢嗰一個嘅營運嘅狀況。咁所以咧就即係一個長痛不如短痛嘅狀況咧出咗嚟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就將一啲唔賺錢嘅藥房咧嚟到去刪咗佢啦。咁對於咧就公司短期可能會個業績會有陣痛，咁但係咧傾向上一個嘅中線嘅發展咧，咁我諗相對上就會係健康啲。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咧即係唔單止係一啲嘅門市嘅藥房啦，咁嚟緊繼續去佈局呢個線上嘅銷售嘅時候咧，咁可能喺嗰個控制成本嗰度咧，應該會係做得好啲嘅。